后来，过来是高雄的轻铁路2期的工程已经停工延前2年了。市长陈其迈来宣布，马上要来复工，讲市政府已经做好着准备。这市民所担心的交通擠塞的问题，会看状况来评估，把这个铁道甲缩小，互车路较大条咧。也毋过，也是有民众情绪真激动，无赞成这工程来复工。 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，高雄轻型电车2期工程马上就要复工，怪手嘛已经开入工地，开始整理现场。我宣布，轻轨即刻动工。市政府强调，民众有顾虑的路段会搁再进行评估，可能嘛会将铁轨路缩较小咧，将车路会变较宽。从10.8米的路权压缩到所谓的车长段9.6公尺，非车长段。 就是9公尺。虽然有民调显示，沿线的经过居民对复工的支持率超过70%，不过现场也是有民众非常激动，因无赞成复工。为什么其他的可以地下化，我们这里不行？是要扼杀北高雄的发展吗？是要扼杀大顺路的交通吗？我们这段人口这么多，交通这么拥挤，为什么只有我们是轻轨？市民朋友。 对于救灾救护、行车安全、交通拥挤的这一些疑虑跟担心，却是广大市民心中的一个问号。市长已经宣布复工，但是要来解除民众的顾虑，市政府有必要确实落实这改善的方案。